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的外埔甲后里有种济激酒的葡萄，但是风台甲西南气流的大雨来侵蚀，这个葡萄劣果严重，甚至烂去。地方的民意代表要接到相关的单位来会勘，希望争取到经费的补助，帮助农民渡难关。 受到丹纳斯风台甲最近大雨的影响，这座伫咧外埔的葡萄园加至拢总害去，初步损失就超过8成。这一次因为7月5号准备要来采收，结果连续的下7天的暴雨，造成了我这一次的酿酒葡萄全部都裂果，然后血本无归。台中的外埔甲后里拢有种大片激酒的葡萄，不过未堪的大雨，地区才会农损严重。平台嘛赶紧邀集相关的单位来会勘。 希望会当争取补助。那农业部嘛已经同意，甲激种的葡萄加入灾害补助范围。今仔日到13为止，若是符合灾损资格的农友，拢会当到当地的公所做申请来减轻损失。它本来是这样子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